News by DNA。喂，最近 CP752B 到咗貨咯係啊，到咗啦。喎，佢點解賣咁貴嘅？嗱，好坦白，我咧睇完個聲之後咧，我係覺得就算佢拆開唔同嘅部件嚟數咧，都係值呢個價嘅。哦，咁你聽咗咁耐，你有咩聽感啊？我聽到嘅效果係其實佢係成個整體個音樂咧嘅還原度都係好高嘅，咁亦都唔會特別去刻畫某一啲部分，而係將啲音樂佢最原本想做出嚟嘅效果去展現出嚟。咁另外最吸引嘅地方咧，就在於咧唔同歌入邊咧，佢啲人聲啊、樂器啊，佢嗰啲起承轉合嗰啲聲，佢好細微嘅嘢，佢都處理得十分之好。咁另外咧個音場咧，其實係我聽過喺 Camper 之中係最闊嘅。咁其實可以聽到唔同樂器喺個空間嗰個定位，同埋聲音嗰個餘韻喺空間擴散嗰種微動態。咁如果你話直接簡單講一講佢本身三頻嘅表現咧，咁佢三頻其實好平均嘅。咁如果以講低音同埋超低頻咧嗰方面咧，其實個力量同下潛咧都係好足夠，佢收放咧做得好精準，成個效果咧嗰震撼嗰個情況咧，其實都真係喺第一次咧喺動鐵耳機身上可以聽到呢個效果。咁甚至我個人覺得佢比唔少動圈耳機咧，佢出嚟個低音個效果咧係更加之好嘅。咁另外，如果去到人聲嗰部分咧，其實佢人聲咧，雖然佢未必係成個 Camper 之中最甜美嗰一隻，但係咧佢個還原度咧，咁我絕對係聽過之中最高嘅。咁個歌手喺唱出嚟嗰陣時，佢嗰啲口型啊、嗰啲氣聲啊，好微細嘅細節咧，其實都聽得好清晰。咁而高頻嗰方面咧，佢的確亦都係好通透同埋細緻。佢樂器有好豐富嗰種立體感，特別喺管樂器啊、弦樂器咧，佢個尾音處理咧，其實真係做得好精細。直頭係聽到弦線咧，由擺動去到停止嘅過程，佢都係好清晰去表達俾我聽。咁而管樂嗰方面咧，亦都聽到其實佢由嗰個樂器演奏嘅開始去到結束，佢都係好完整去表達成個音喺可能喺個管入邊係點樣擴散啊，點樣發出嚟。